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块囡仔歌唱讲：笨手车，笨手车，街仔路四界行，喙看看笨手伊上爱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鸡，歌的鸡第一条，鸡仔的鸡，嘛有人读做鸡。台语字典解说鸡，就是都市内有点较闹热的车路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市内车路。混括来讲，嘛当讲是一般的车路。咱讲是鸡仔路、鸡路。普遍来讲，路比鸡较大条。市内有人讲是鸡内、鸡中，若是路尾，嘛有人讲是鸡仔尾。市中心有人讲是鸡北、鸡市。市区有人讲是鸡顶、鸡仔，嘛有人讲是鸡头，或者是鸡头含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踢倒鸡，意思就是鸡仔四界拢有；第二个词读做走鸡仔线，就是无牌赤脚医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现主是咱台湾的健保制度真完备，特别是伫咧鸡市，各种科别的病院诊所会当讲是踢倒鸡。若是要看病，千万唔通去找走鸡仔线，一定爱找有牌医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鸡，嘛有人读做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